上肥的在真久以前，在前面的北海，一日梅真大的就一年认为好天你飞出北海，本人更加大、更加变的天顿。苏亲，唔系很凶的案啦。哪冇形容字啊？鬼背出去了后啊，很凶嘛滴啊。细板板，听了一个句了后，心肝伤。我嘛真想讨喊甘妹太妹款款。板板难见甲鬼的梦想，他甲海底和平就讲，佮甲梦想讲得海落天。哎哟，迄嘛天开不怕讲啦，讲我介绍无可能啦。迄讲，迄真眼就伤了背呢。迄唔系安伤啦，是嘛安泡泡头，迄天爱讲啦。迄无可能吼，是飞的面霜啦。不过，板板也是想了去饲羊毛，所以板板佮甲鬼的梦想讲咧我好朋友强就唔提。班，千万莫飞出去哦！你敢若爱飞出去，千万。也唔甘愿的板板，头尾决定就出门，大海内底头脑一点好的海草北跑。现一天迄就个天草甲甲，袂用背上天的戇久。小猪啊，唔好戇啊，系无可能袂用离开飞的。你下班拢无用的啊？拜托，我天草爱。现真间也上头个饲哦，搞得真辛苦哦。迄一个饲羊毛啦。我都暗问讲啥嘞？hen愛個靚，切靚。板板開始練啊，一擺、兩擺、三擺。第43擺也是失敗啊！無天草，我真見攏無彩頭槍，甘會太妹款款。板板一次冲去开，愈来愈高，愈来愈把海面，姊妹佮准上新棍啊！